向阮的上帝，愿献上阮对心底的感恩，互阮台湾人有这期，这个这期是要互阮的记日少念上帝你拯救的恩典，也感谢上帝，你差遣耶稣基督，为着阮定十字架流出宝血来救赎阮。对安尼，互阮明白什么是疼，伫阮生命中间，也互阮经历父母、兄弟姊妹、亲人的疼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会晓得领受白白对上帝来的疼痛，也欢喜白白将主的疼分享伫阮徛起四周围的中间。搁一摆通过上帝话来感动阮，毋但互阮的心感动，也互阮有行动来证实疼点伫阮的中间。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12节，中间有讲起耶稣甲伊学生斗阵的时阵，耶稣学生咧问主耶稣讲：有一个人死落来就是目睭无看见，咱甲称作视障的朋友。学生问耶稣讲：这个人是伊犯罪，或者是伊的父母犯罪所带来罪的咒诅？无太讨有遮个目睭无看见、行动无方便的人。咱知影学生所问的这句话，有两个宗教伫咱生命的中间。头一个就是犹太教。犹太教信仰认为，所有的问题、所有的破病，拢是对罪所带来。伫倒位咱会当看到，就是亚当夏娃无遵照上帝的诫命，受到蛇的引诱，偷食禁果，致使因犯罪，互上帝赶出埃甸乐园。伫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内底，伊嘛相信，一个人破病是因为伊犯罪做毋对代志，致使会破病。咱会当伫马可福音第2章通看见，有一个脚变衰的，伊的朋友将伊带到伫耶稣的面前，耶稣讲伊的罪得到赦免啦，所以伊就会当伫遐勇行，摕伊的袍仔，也会当去行来学到上帝。这是头一个伫这节的圣经内底，互咱看见犹太教将所有的问题拢归伫罪来起源。第二个，咱伫咱的生活内底，也会当看见佛教的信仰。佛教的信仰用真简单一个方式来表达，就是因果的循环。前世因，今世果；今世因，后世果。也就是讲，伫咱的厝，也是咱的生活中间，有一个视障的朋友，也是咱做父母的生出一个检查脚无方便、目睭无方便的人。伫佛教思想内底，因认为迄是前世做了唔好，因为前世做歹失德的代志，所以你有无好的子孙。若讲一个人真有成就，安尼就是因为前世做了好的功德，来庇荫伊的子孙。所以耶稣所问这个，耶稣学生所问这个问题，讲有人死出来目睭无看见，是伊犯罪，也是伊的父母犯罪。会当对这段圣经内底，互咱看出两项的宗教：犹太教甲佛教的信仰的思想。总是咱来继续看到第3节，耶稣拍破这两项宗教的思想。那用华语来讲，就是耶稣拍破两项宗教的迷失啦。耶稣讲一句话，伊讲伊目睭无看到，甲伊或者是伊的父母犯罪拢无关系，是要伫这个人的身上来显出上帝的作为。
伫这句话内底，互咱今仔日真正来体验耶稣所讲的这句话。耶稣无要探讨罪问题，耶稣嘛无要探讨这功德祖先底因的问题。耶稣要直接来讲起，有人拄着身躯无好势，目睭无看见，行动无方便，是要伫因的生命内底，互咱看见伊生命中有水的所在。亲爱的姊妹，咱今仔日也体验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伫咱的中间。咱看见伫咱教会这个目睭无看见的视障朋友，因会当唱这么多感动人真水的诗歌伫咱的中间。伫过去我甲因斗阵将近10几年的过程内底，我知影因至少会当唱超过100条的诗歌，有台语、有华语、有英语、有日语，以及真侪无共款的语言的诗歌。总是咱正做目睭的人，有时阵咱唱歌就唱袂好势，佫会走调，佫会蹦跑，所以伫遮咱看见耶稣所讲的这句话，也正式应验伫咱的中间。希望视障的朋友目睭无看见，但是因的心灵的目睭是光的。上帝甲因关一扇门，也要甲因开一个窗啊。视障的朋友因目睭无看见，但是因的耳孔、因的耳啊特别敏捷，用听来感受迄种的声音，来感受到上帝伫因生命中所做奇妙的作为。今咱视障的朋友伫咱的中间，因欢喜受耶稣的差遣，到伫各所在来做见证，来感动人。伫社团、伫师班、伫学校、伫家乐、伫病院的所在，因伫遐见证耶稣基督长跨关心的疼，通过因的生命真深的体会。本来是活伫黑暗中的人，总是因经验到耶稣基督的疼，可以用欢喜、感恩、懊恼来见证耶稣基督的作为。今咱所读的圣经《约翰福音》约翰一书第3章18节，这是今仔日咱的圣经上重要一段圣经节。伊讲：细囝，恁的疼无应该点伫恁的喙，也是恁的喙齿那边，爱用恁的行为、恁的生活，来见证出来。接下来姊妹，通过咱关心西罗亚诗班，甲咱教会这个视障的朋友，第24年来，咱用金钱，咱用祈祷，咱用关怀，互西罗亚诗班会当成做一个报道的诗班，互因到伫各所在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疼。有一摆，也用到伫马街病院的淡水分院安宁病房的中间。咱知影，伫安宁病房的中间，差不多是人拄着癌症，活伫真绝望的中间。包括咱教会陈福成牧师，也是伫迄个内面。因真软弱，伫真失望的中间，包括咧照顾因的亲人，有时阵嘛感觉真忝。总是西罗亚诗班伫迄个中间来唱真水的诗歌，拄啊开始无啥人，总是伊唱出来诗歌的时阵，有真济即个个患者，也是讲伊厝内人有拄着癌症艰苦的，就甲因撸出来，来听诗歌，来听见证。伫迄个中间，我看见有人流目屎。希望因的身躯拄着这个癌症的症头，亲像互医生也是一般人甲伊判做是绝症，总是伫因的心内，有缘伫这个真水的诗歌内底，
互因感受到这种的安慰，感受到这种的望伫因的心内。我相信，迄是疼咧震动。我相信，这是因为耶稣的疼，通过谢罗亚诗班用诗歌来安慰这会拄着艰苦的人，互因伫遐重新得到快乐。亲爱的姊妹，咱今仔日听见谢罗亚诗班这么水的诗歌，互因真做受差遣到伫各所在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疼。其实毋但因真做受差遣，在座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拢是爱受差遣到伫咱生活现场的所在，来证明耶稣基督的疼伫咱的中间，好疼来走振动。互咱的社会伫这种的真艰苦，甚至真失志，甚至伫家庭拄着困难、变痛的家庭内底，因为咱用实际的行动来关怀、来鼓励、来安慰，互人伫遐得到望甲祝福。互少年教会也当成做一个好听振动的所在，来关心伫咱社区。才会接受就好，来关心伫家庭、伫经济上拄着困难的人，互咱来关心伊。我真意爱，咱今日通过谢罗亚诗班，伫这真水的诗歌来感动咱，也受上帝差遣到伫各所在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疼。都是咱爱将这种的感动来化作行动。咱每一个人拢是谢罗亚诗班的团员，毋是这10几个人。咱每一个人拢是谢罗亚诗班，因为咱正做基督徒，要到伫咱生活现场的所在，来关心遐失丧的、艰苦的、失望的，互因得到耶稣的疼、安慰甲感动。通过咱互相的带导、互相的关心。互人伫遐经验耶稣基督丰盛的疼，长化关心的疼，咱做伙来祈祷。请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愿感谢你极大的恩典是落伫阮的中间。愿今仔日通过谢罗亚诗班第24当前，接到少年教会的关心、训练、造就。这个盲朋友，互因用诗歌见证来感动侪侪人，但今仔日也感动阮的心。因也欢喜受差遣，成做谢罗亚，到伫各所在，将基督的疼来分享伫需要的人的中间，分享伫破病、心内郁卒、艰苦的人的中间，分享伫这学生的中间。主愿感谢你。互阮经验到，当疼会当行振动的时阵，伫迄个所在就有安慰，伫迄个所在就有感动，伫迄个所在就有快乐。天父上帝，愿感谢你，互阮每一位基督徒，阮就是谢罗亚，阮要伫生活的所在来看见人的需要，就是阮的责任。愿欢喜保养耶稣基督的疼，通过阮的行为，通过阮的行动，通过阮实际的帮助，互人得到鼓励，互人得到望。天父上帝，愿感谢你，互少年教会就正做疼的出口，到伫阮生活现场的所在，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主愿感谢你。过一摆通过阮正兄弟姊妹关心奉献甲带导，互阮正教会兄弟姊妹拢成做受差遣的谢罗亚，伫你面前愿献上感谢祈祷，外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